never feel safe. I'm tongue tied. Try to break in this cage, but where would I go? Am I losing my sanity? I'm over my head. I'm in a dark dream. I'm a prisoner, kill them. Let me leave. Losing grip on reality. I'm over the edge. I yell and I scream. I'm a prisoner here. Come get me. Set me free. This love is healing. The pain must be part of the cure. It's so hard to breathe. You are the fire. Love is the blood on the road. 我和秦烈结婚2年，夫妻生活过得像合作伙伴，精神上没有交流，哪怕是这种时候，结束了也要分开睡。秦烈，我们谈谈吧。有事啊？我们离婚吧。什么？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就放在客厅，你有空签一下。你这个决定，许家知道吗？我自己能做主。你考虑好就行。我已经考虑好了。都决定离婚了，那刚才算什么？分手。好。秦总是我玩不起。玩得起。什么时候想找我？随时找。多谢秦总的好意，心里。I'm a prisoner of love, prisoner of love, just a prisoner of love. I'm just a prisoner of love, a prisoner of love. 我跟秦烈提离婚了，你帮我跟进一下。真离啊？嗯。你不开心？不冷不热，对人来说是最舒服的。放在感情里，却是让人想死的温度。说秦烈真不是个东西。别因为别当真。秦总已经走了，走的时候把行李箱也带走了。知道了。小姐，您跟秦总是不是吵架？不是吵架，是离婚。是秦总提的，他知道许家最近发生的事情了。我提的，他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我暗恋他多年。最近要采访跟进的人，昨晚上塌房了。什么？即将出刊，你告诉我采访的人出问题了？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对了，许岩，你去准备一下，给秦总做个采访，弥补一下空缺。哪个秦总？秦氏秦烈。都决定离婚了，那刚才算什么？分手。好。
秦总不是一直都不接受采访吗？怎么突然又答应了？说是有时间了，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去准备吧。好的。准备一下，一会儿给秦总做个采访。说秦总这么专情，这些年一直在等白月光回国。秦总要钱有钱，要颜有颜，还真是便宜了那个白月光。别废话了，赶紧去准备。许愿姐，试一下麦克风。1、2、3。秦总是4成新贵，至今没有传出过绯闻。请问秦总，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没有要求。一般说自己没有要求的人，要求都比较高。我说的是实话。秦总有女朋友吗？正在离婚阶段。秦总什么时候结婚的？操，这个爆料很足啊！商界大佬隐婚又离婚，我们看肯定倒卖。这个爆料很有热度，你继续问他什么时候结婚的，以及离婚的原因。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秦总已婚的消息，冒昧的问一句，您什么时候结的婚？去年深秋。秦总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是对方不愿意公开，大概是觉得我拿不出手吧。方便透露一下离婚的原因？我离婚的原因，你不清楚吗？既然秦总不方便透露，那也不好再追问了。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合作愉快。老大，你没事吧？没事。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嫁给秦总这么优秀的男人？家族联姻吧。行了，你先去忙。离了，他想离，拦不住。离了就离了，没什么。秦总，但客气是拒绝，心的朋友不在终点。妍妍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许佳姐她爸在外面养了小三儿，听说小三儿还生了一儿一女。妍妍，你都听到了，没事，别怕，天塌下来，秦家帮你顶着。谢谢妈。谢什么？都是一家人，是吧？嗯。我让陈姨帮你去做饭。不用，我在外面吃过了，我先回房休息。去吧。
还看呢，臭小子！怎么不回卧室？看夜景啊。是看夜景啊，还是心虚不敢？装的挺累的吧？妈，你到底想说什么？有胆子离婚，没胆子给家里说了。我早就料到了，你们两个长远不了。就你这臭德行，孤独终老的命。说实话，你也就是我儿子，不然我真的觉得你配不上嫣嫣。妈，叫妈做什么？想让我嘴下留情啊？感情这种事儿，勉强。你点了支不想抽的烟，思念像圆圈飘散在窗边。我晚上我们分开睡。什么？你对前任还余情未了吗？雪你公事。你在采访我？秦总不方便回答的话，明天我单独联系你的助理，约时间。你觉得我像是那种吃回头草的人吗？还有事吗？没事。你睡床上，我打地铺。那白天外头听回来的传闻还存疑问，朋友爱人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徐家什么时候出的事儿啊1个月前。那你怎么没告诉我？我那会儿已经讲好要离婚了。原以为离婚是你临时起意，没想到是蓄谋已久。离婚协议你签了？签了。我们离婚的事情，还是让双方父母尽快知道，不然会比较麻烦。麻烦什么？我不想离婚之后还跟前夫同居，传出去说不清楚。
旧情人常问是否倔强的不说别走别走，年轻的爱人总不知天高地厚，把邂逅当拥有。现在不能说，我妈那么疼你，许家又出了事儿，如果我告诉她离婚的事，她会怎么想？觉得我落井下石？希，我其实一直都挺好奇的，当初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就因为老爷子们定下的婚事？我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喜欢我？还挺自信的。我有那个资格？自作多情。希，你这人没有心，薄情寡性。有你后悔的时候。喂，妈。谁让你跟秦烈离婚的？妈，我跟秦烈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个婚绝对不能离。从小到大，我都只是妈的一颗棋子。妍妍，怎么了？没事，是吧？喂，有事。我妈刚才打电话说我们的离婚协议不作实，还离吗？离。妈，我跟秦烈的婚必须离。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解决的。你怎么解决？可以联姻的家族有很多，不止秦家一家，比如城南的邢家。邢震，你知道的，我跟他关系一直都很好。离婚协议都还没补上，就开始盘算下次的联姻对象。不好意思，秦总，我妈打扰到你了。我们抽个时间去把离婚证明了。就这么着急而讲？是，记得给我打电话，最好别超过1周。好，不会太久。2年了，秦烈依旧不喜欢我，那就散了吧。老大，听说我们天涯空降了一位首席记者。什么时候的事？早上，听说这位是来和你竞争主编的位置的。你听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老大，你气不气啊？好不容易兢兢业业工作那么多年，最后还要搞个空降。老大，他都要上位了，你怎么还不急啊？
能者上位，良性竞争，很正常。老大，你心态可真好。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去忙吧。你看我给你发的消息没？昨天你俩才签的离婚协议，今天的秦烈就按捺不住了，亲自抱着那玫瑰花去接他的白月光了。郎才女貌，我早就跟你说过，秦烈那人心里装着白月光，嫁不得你偏不听。不自量力，自取其辱。男人这种生物嘛，爱和性向来分得清，反正你别吃亏了。放心。老大，主编叫你过去，很急。哎呦，欢迎入职。还希望魏主编以后多多关照。瞧您这话说的，有秦总在，哪还轮得到我关照啊？以后啊，您要多关照我才是。哎，许岩，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记者部新来的首席记者穆晴，这位是许岩，你们认识？好久不见。哎呦，你们两个认识啊？上这下可是太好了，认识以后合作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许嫣呐，你先带着穆晴去咱们记者部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啊。这位是新来的首席记者穆晴，你们去帮他准备一下资料。PR 的人不知道你的背景，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跟阿烈结婚的事。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昨天刚签的离婚协议。对不起啊，阿烈没跟我说。原来秦烈不是不会喜欢人，只是不喜欢我罢了。无所谓，秦烈这个男人，我不要了。没关系。哎，妍妍，阿烈今晚帮我准备了接风宴，我想邀请你参加。我晚上有事。那太可惜了。妍妍，你加个微信吧，方便工作上联系。老大，那个穆晴可真是一头绝世白绫。你工作都做完了？我做完了。穆晴是怕大家不知道她是秦总的前女友，3句离不开秦总。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我觉得那个秦总真是瞎咧，长眼睛的都知道穆晴有多虚伪。进。妍妍，阿烈来接我，你确定不去吗？你确定不去吗？你去，我还有事。好吧，那我们先走了，明天见。你送一下木边。
老大，你快过来看！我本来还挺喜欢秦总，现在突然不喜欢。老大，你说秦理离婚会不会是为了想跟慕晴复合啊？应该吧。他老婆可真可怜，可能是活该。喝酒。约。你说慕晴去了提豪？丁威涛的意思是秦烈安排的。秦烈有病吧？操，这都能碰到？人家陆茶今天开了眼了，看见绿茶成精了。哎，你说他们俩干嘛呢？这是回忆往昔呢？你这么好奇，你过去问问。别以为我不敢啊，我是怕这对狗男女看见我无地自容。哎，对了，许怡那儿怎么样了？他要打官司，要我回公司，被我拒绝了。拒绝是对的，你们那一家子啊都是奇葩。主要是叔叔阿姨动静闹得太大了，一定是会影响许家股价的。你要是没跟秦人离婚倒也还好，但现在可以联姻的家族有很多，不止秦家一家，比如城南的邢家。邢震，你知道的，我跟他关系一直都很好。邢震，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可是你问他干嘛？你不会是想要跟他联姻吧？你不会是想要跟他联姻吧？有这个打算？人品方面嘛，确实比秦烈要强。我今晚回去就去探探他口风。你这个姻是非连不可。是。我有时候都怀疑，你到底是不是许怡亲生的？大家打招呼，打招呼啊！招呼。这个是王小姐，这个是张经理，那个是李总，这是我女儿嫣嫣，大家以后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大家问好，大家吃好喝好随意啊！那走啊！慢走。有事先走了，下次见。好走，记得玩啊！谁让你吃那么多蛋糕？这么胖，还怎么嫁人？当初要你包养男孩，非要包养女孩，还说什么女孩可以联姻？给我滚下地下室，外头有几天。来，走，走。哎，这谁呀？三哥，你等慕晴姐这么多年，总算把人等回来了。就是啊，阿烈，这次可得把握好机会。那还废什么话呢？那去拍一张呀，兄弟们！哎，来了！哎，来了啊！3、2、1，兄弟们，漂不漂亮？漂亮！
怎么样，死心了吗？啊，三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去趟卫生间。 My heavy heart goes round again. 흔들리는 그네 위에 무거운 밤이 날 멈추고 네가 보여. I give you everything. Never ask for anything. I wish that you could stay. You just vouch for me. I give you everything. But all. Chasing. 爱像是一场小雨，淅沥沥，淅沥沥滴入我回忆，放了就会回到现场。他又再一次的卡带，却还会再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停下来。昨天的。 阿丽，你喝醉，我送你回去。你收拾一下，去趟淮市出趟差。有采访？对，秦总之前的采访需要配点实物图。这2天秦总正好要去淮市的工厂检查，你也跟着一起过去。 为什么不叫穆主编去？你这个人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老大，秦总刚离婚，两人就这么高调，到哪都带着默契。那么多国仔记者呢，他们俩就不怕传出绯闻吗？行了，你先把手头事情做完，然后赶紧过来吧。好的，老大。我离婚了，姐，不要悲伤，下一个会更好。我想跟你离。不是啊，大姐，我安慰你，你恩将仇报。你考虑考虑。 I drink liquor whole life. 冰燕，魏主编跟你说了吧？这次出差的采访，我们俩一起合作。嗯。阿烈怕我休息不好，帮我升了头等舱。嗯。妍妍，
你做经济舱可以吗？要不要让阿烈也帮你见见头等舱？不用了，我不缺钱。那我先去找阿烈了，我怕他一个人不开心。怎么了？没事。阿烈，嫣嫣是不是不喜欢我？嗯，嫣嫣是不是觉得我回来了会破坏你们的感情？我要不要跟嫣嫣解释一下，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要不然……不用，他不会误会，他心里都没我，怎么会误会？切，情烈，男人多难，初心真的不容易。喂，嫣嫣，那个穆晴是不是回来了？你放心，有妈在，谁都不能欺负你，阿烈也不能。谢谢妈。你这孩子就是不懂得撒娇，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妈，这种事儿我学不来。这件事你别管了，妈去处理。妈，我其实并不生气。老大，不好意思啊，这2天来例假了，只能委屈你一个人先待在那边。没事。老大，这次采访你一定要掌握主动权，把控全局。听说我们这次采访回去，魏主编就会在你和穆晴之间选出下一任主编。放心，我有分寸。阿烈，刚下飞机一定累了吧？我们快回房间洗澡澡。啊，走。老大，是穆晴吗？哦，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过连声音都这么白莲花的女生。秦氏淮安朝那边我们不熟，你记得做好资料发给我。明白。听说三哥带穆晴姐出差了，那是出差吗？那明明是急不可耐。听说这次穆晴去淮安，全是三哥一手安排的。你们一个个安静点儿。阿烈这会儿在洗澡呢，等他出来看到你们发这些，看他怎么收拾你们。嫂子这会儿在三哥房间。原来穆晴过来是秦烈安排的。
太太，秦总，我们到了。那你们先工作，我们回避一下。对对对。秦总的采访，你来吧。妍妍，我刚回来怕有差错，还是你来吧。秦总，秦氏新研发的护肤品里面都有什么成分？方便透露吗？玻色因、2列酵母、蓝铜审酸。还有吗？怎么？你是要偷我配方啊？秦总真幽默。是。我天生比较幽默。老大，你没事吗？没事。妍妍，陈教授得知我们在淮安，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我就不去了。可是陈教授和师母都挺想你的呢。知道了。我开车了，一起来。我自己打车走。老大，你真要去啊？陈教授是我的恩师，可我总觉得那个母亲没还是不好戏。你先回酒店休息吧，有事我联系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知道。你知道他什么德行，你还去？不是要看目前作妖，我是想师傅跟师母了。你说这秦烈，放着你这么完美的女人不要，就喜欢那表里表气的穆情，什么毛病？大概是因为爱吧。How did I end up here again? Why do I? 来了来了，是妍妍吗？哎呀，妍妍，这么久没见了，你还好吗？他怎么跟穆晴一起来了？没事，师母。人带了这个。哎呀，又拿东西，让你破费，每次都这样。老婆，老婆，哎，师母，回来了。师母和师母还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事。紧张什么？别心虚。他俩在那换鞋，你在那干嘛呢？厨房里还有鱼没做呢。我不是想妍妍了吗？你想他干啥呀？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啊。
哎，看着都瘦了。你快点啊！来了来了，别吹了，快进来坐。你来这儿做啥？快出去坐，这都是油烟，一会儿弄得你这身上都是油烟味儿。没事儿，我下班了。你还记得这个不？围巾。It feels like I've seen you in my dreams. It feels like we're closer than it seems. I'm sorry that I misjudged you. 这我什么？谢谢。你去买盆吧，我来捡。记得，这是阿烈买给你的，那时候你们还不是夫妻呢。咦，那个阿烈跟穆晴最近是怎么一回事？啊，穆晴跟我是一家杂志社的，我们都得采访秦烈，但是我有事，就让他们先过来。这样吗？你可得把阿烈看好了。好，是我的人不用看，不是我的人看不住。来，老师，我借你一个。好。穆晴，来吃个虾。谢谢师母。妍妍也来一头。我记得有一次你生病了，妍妍跑了好几条街给你买的药呀，我当时就看出来了，你这丫头对她有意思。老头子呀，喝点酒话就多了。走，我送你回房睡觉。你老是喝醉了。哎呀，这不高兴吗？你们接着吃啊，早点休息。哎，老是喝醉了，先送他睡觉。多好的孩子呀！哎呀，这家里吧就2个房间，你们小2口一间。穆晴，你跟我来。啊，来。你这些年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坐一起。你是客厅。秦烈那狗东西有什么好？你当初就是瞎了眼。上厕所啊？嗯。
速度够快的，电话都联系上。刚刚贤正给你打电话。哦。我在这儿方不方便啊？要不你们出去谈？方便。雪月，这就是你联姻的态度。打电话你都不接，刚才没听到。你跟秦烈真离了？嗯。为什么？原因呢？不合适。是不是秦烈那方面不行啊？那这2年可委屈你了。嗯。联姻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妍妍，我跟你说啊，如果秦烈那方面不行啊，你跟他离婚，选择了我，他会因此心生嫉妒、怨恨我，知道吧？妍妍，怎么了？没事。说我不行，原来如此。那又怎么了？原来是嫌弃我不行，所以才提的离婚。妍妍，我记得不是你每次都很急，说要结束，现在怎么成了我不行？现在怎么成了我不行？秦烈，你别太过分了。行不行，试试不就知道？这么了？阿丽，没事儿。刚刚大伯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年雾氏和秦氏的合作，有事儿去联系周浩。联系过了，周助理说今年不续钱。这种小事我从来不插手。可是时间不早了，穆氏的事让穆金去管，你别管。好吧，那你早点休息。面对我的时候冷着一张脸，跟别人就笑面如花。妍妍，有事？你跟阿烈，我会尽快跟他办离婚手续的。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穆青，我最讨厌虚伪的人，我也讨厌弱者。很不巧，你2样都占了。许言，你别太过分。我跟他只是联姻，没有什么感情。等手续一办好，就不会再有任何牵扯。所以你不用在这儿处处刁难，处处恶心。妍妍，那你那天连夜给阿烈买药是怎么回事？你敢说你对阿烈一点好感都没有？就算生病的是别人，我也一样会照顾他。就算是一条狗，我也不会弃之不顾。许小姐还真是好心。
我向来心善。你到底想干什么？阿烈，你都听见了，燕燕她根本就不喜欢你。许嫣喜不喜欢，关你什么事儿？你别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她。阿烈，燕燕，我只是太爱阿烈了，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你爱秦烈，你去追着他呀，你追着我干什么？真是又怂又虚伪。不好意思啊，没事。完了，老大！什么完了？魏主编刚来电说我们昨天采访资料被一个大 V 曝光了。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保证没有把资料发给过其他人。好，我知道了。哎呀，我说小许呀，你也是天2的老人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好意思，主管。这件事你想办法，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昨天的采访稿，今天你曝光了，到底是意外呀，还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呀？您放心，我一定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次的采访必须找秦总再配合一次吧。好，小许啊，不是我说你，你要是再这样的话，这主编的位置我还怎么能放心交给你呀？最近几天有空闲时间吗？昨天的采访稿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采访一次。好处？什么好处？你哎，这都没去。对，漂亮三儿，瞄着曹。今晚10点来找我，我要你的好处。漂亮，真漂亮。哦，好球！不是你有病啊！你有药啊？没病，你给许嫣发这种消息。嘿，难道你就不想吗？难道你就不想啊？找什么？当然是睡你前妻啊！我秦烈像是缺女人的人？当然不是，不过那许大小姐确实挺没意思的。你说她又冷又没情趣，你说这……闭上你的臭嘴！许嫣怎么会没情趣？她有情趣的很。你调查怎么样了？工厂和酒店的监控都调查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穆晴有接触过资料吗？这个我没注意啊。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老大，不好意思，又给你添麻烦了。不是你的错。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me here.
What colors is in your mind? Blue, dark gray, calm and sweet. 怎么，怕我潜规则你？秦总会吗？你说呢？那你真是有点下作。行。混点吸金的吧，不然过不了稿。妈，又要问感情的事儿。问点隐私。问点隐私。问。听说秦氏今年有进军房地产的计划，是真是假？怎么？你是想抛我牢底啊？抱歉，秦总，那我换一个话题。秦氏一直有资助贫困生的项目，但是在去年12月，秦氏却突然暂停了这个项目，请问是为什么？秦烈，什么原因你不清楚？是观众想知道。徐嫣，这个问题我很懂，你更喜欢我。贫困生借着感恩宴给我下药，好在有太太帮我解药，我怕我太太生气，就停止了那个资助。这个答案，徐守信满意。徐嫣，你脾不气好啊。가까이 두고 가까이 보면 볼수록 더 너와 그리고 나 错了， 닮아있어 松手。 너를 잘 아니까 你采访，我好好回答。 못하고 그저 이 거리에서 너를 봐 还采访吗？我以前怎么不知道？秦总这么无耻。不知道吧？没想到你这么严重。听说秦氏今年有进军房地产的计划，请问是真是假？假的。 那秦氏今年有什么计划？分辨几家世家公司。怎么，这个回答你不满意？这个回答可以作为采访稿出现在大众视野。你采访，我既然敢，就敢让你写。行，问完了。嗯，我倒是想问问你。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真心话。我对你不好吗？你对我好吗？似乎真的一般。很简单。 我觉得婚姻不应该是这样，哪怕是联姻。哪样？无趣。
秦烈，刚刚的事情，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次回到4城，我们就把离婚手续办了。好。喂，Sir，听说许嫣要跟行政联姻，真的假的？你找死啊！嗨，这事儿可在圈子里面传开了。你说你们都还没离婚，许嫣就这么着急跟行政联姻啊？说，哎，Sir，你说许嫣跟行政这么快，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季可贤啊，没有，我最近呢注意养生，少油少盐。Have my days waiting for me. There's no hope inside what I. 老大，你昨晚通宵了？工作量不算大，我就没有叫你。你先去忙吧。妍妍，听说新闻稿出问题了。不过已经解决了。解决了？昨天晚上我重新采访了秦总。啊，那就好。我还怕阿烈不配合。你们什么时候回4城？下午。我和阿烈明天回去。那我先去找阿烈了。날 미워하지 마. 날 미워하지 마. 날 미워하지 마. 你回家一趟，有事儿。好。你们不是明天再回来吗？不是，秦总比你还早到1小时。你俩离婚的事是谁提出来的？妈，是误会。误会？穆晴回来的事你应该也清楚，妍妍吃醋了，跟我闹别扭的。那穆晴到底是怎么回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妈，回来了。上楼等我。是。阿烈，你先坐啊。好，你先忙。你先忙。许氏股市大跌什么情况？许秦两家是世交，我不能见死不救。更何况还会连累到秦家。去查一下秦正的私仇。好的，秦总。翅膀硬了，离婚这么大的事儿，跟我说了。
男人在外面有女人很正常，特别像秦烈这样的男人，你不会以为他这一辈子只有你这一个女人吧？仅此一次，如果还有下次，就别怪我不念我这么多年母女的情分。是。联姻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真的爱惜着，你就和秦烈说清楚，你们俩各过各的。你平时不是挺能牙尖嘴利的吗？你能耐呢？我们俩就这么将就着过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我会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我自有办法。 回家。 你哪里我没见过？谢谢。心妍，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你。无关紧要的人，看不看清楚有什么关系？无关紧要。 穆小姐，您的花。哇，穆首席，周助理来给你送花。要说浪漫，还得是秦总。跟阿烈说，这花我很喜欢。穆首席，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和秦总的喜糖啊？别闹你们，秦总都这么高调示爱了，你还想瞒着我吗？不是我想瞒着，是我怕说了。 有人会不高兴，哪有人会不高兴？大家都羡慕你呢。好啦，你们快工作吧。谁让你给穆秦送的花？是穆总。秦总，对不起。周好，我倒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了穆静的助理？秦总，对不起，明天你不要来啊！听不懂啊？滚！
吴妈，这个是药瓶儿，在房间垃圾桶提下来的。哦。小姐，这药瓶还有用吗？不用了。秦总刚才看着药瓶在垃圾桶里，脸色瞧着有点不太正。不用管，没关系。你现在回来一趟。好。吴小姐，乔总带着在外面养的私生子回来了。我知道了。现在嫣嫣回来了，我们分家。分家？乔红玉，你有没有掂量清楚自己的位置？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把你手里的股票卖给我，要买了我手里的股票。哪来的自信跟我谈判？好，那我们就鱼死网破。乔红叶，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我李贺，许嫣，你也就只能跟我耍耍脾气。妈，如果需要律师的话，随时联系我。好，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带嫣嫣走了。最近她身体不舒服。气他！乔红叶，你不是要卖股权吗？行，我买。好。许愿，那张支票值7个亿，你打算怎么还我？秦莲，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许嫣，我想要你。 回家。 秦烈，那张支票你不应该给我妈的，我现在还不起。那我现在去要回来。要不回来了。秦烈，我劝你还是早点跟我离婚，这样对2个人都好。许家就是个贪婪的无底洞。 还惦记新政，随你怎么想。我帮了许怡，你不开心？自作聪明。我想看许静和乔红一狗咬狗。喂妈，许嫣和许家的关系是不是不好？ 不是不喜欢吗？问来做什么？我就是出于好奇。
我看许嫣才是你亲生的吧？老大，公司群里说你采访稿多次泄露，要停职调查你，怎么回事啊？看来是昨天被偷的稿子发酵了。你先不用管，我不会有事。来我办公室一趟。哎呦，小喜啊，来，坐。喝茶。我跟你讲，这个茶叶是我朋友不远千里。小许啊，作为领导呢，这些年你在 TR 的努力，我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你说你这么长时间，怎么就晋升无望了？啊？洗耳恭听。就是你这个人呐，做人不够圆滑。魏主编什么意思？小许啊，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锅呢也已经甩到你身上，你呀就先这样兜着啊，等什么时候风头过了，我就去跟上面讲，我就说魏主编在替谁做事？穆晴。恐怕我没办法让魏主编如愿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魏主编，我不管你想讨好谁，你不应该拿我当垫脚石。穆晴背后的人是谁，你应该清楚。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小许，这件事闹发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啊？明天早上8点，辞职报告我会准时的发到你的邮箱。今天的录音和在我办公室偷我稿子的视频，我会发到公司群里。许嫣，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好像出事了。魏主编，你在说什么？我不懂。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就凭你，也配跟我做一根绳上的蚂蚱？卸磨杀驴，老子不是驴。乔红英那些股份都配给我了。如果不是我拦着你别跟阿烈离婚，我们娘俩早被乔红英害死了。妈，秦烈给你那7个亿，你是打算兑换成股份，还是直接给他现金？秦家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更何况我不值这个价。嫁出去翅膀就变硬了似的。我只是实话实说，就跟乔红丽一样熟的白眼狼。嫣嫣呢？只要你帮了妈这次，妈就放你走。你也不想那些照片传出去，身败名裂了不是？好，这才是妈的乖女儿。我不怕什么身败名裂，我只是忍着，等一个报复你们的最佳时机。许嫣，有事？出来谈谈。谈什么？聊聊贤真的事儿。你先走开。先都离婚了。
你要谈什么？秦震的感情史，你了解多少？不了解。不了解。不了解你就谈婚论嫁呀？联姻而已。联姻而已。许言，联姻而已，也不知道是谁说过的。就算是联姻，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秦烈，你在意这些做什么？你在意不就是我的身体吗？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心罢了。那我是不是还该说声谢谢你？秦总，我记得秦震和嫣嫣以前关系很好啊？他俩是不是谈过呀？啊？查出来了，秦震他男女通吃啊。不过你对许愿这么上心干什么呀？放你的狗屁！我怎么可能对许愿上心？你不会是对秦震上心了吧？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哎，不是撒，我得说说，这同在屋檐下，他日久生情呢。啊，边儿去！哎，五毛，你怎么在这儿？啊？谢谢。那7个亿我会想办法还给你。以后我妈要是再找你帮忙，我希望你拒绝。不用。秦烈，我们迟早会离婚的。今天是周五，是我们履行夫妻义务的日子。爱的不会是不想吧？那就有劳秦总了。你要死啊！想死在你身上。Not afraid anymore. I want what you got in store. I'm ready to feed now, get in your seat now. And touch me like you never. And push me like you never.秦总，秦总，嗯，穆小姐来电话了。她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说有什么？喂，穆小姐。阿烈呢？不好意思啊，秦总的行程我不太清楚。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你有其他办法联系到他吗？不好意思啊，穆小姐。小许啊，这次的事情已经调查处理好了，让你受委屈了。没事。你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都有发生。这样，你留下来，让那个魏涛。总编，我已经提交辞职申请了。你这是何必呢？你做到这个位置不容易。感谢 T2这些年对我来的栽培，您放心，关于 T2的事情，我不会往外说的。小许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下来。接下来我准备入职 NF 前景并不好，水深火热的。我知道。听说了吗？你那位准前妻把 T2记者写信一锅端了，够猛的呀！是吗？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你不对劲儿。是吗？我哪儿不对劲儿？我可听说穆晴也在西找，你说会不会找你求救啊？他找我求救，我就得救。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许愿还抱有那么一丝丝？行了，你去帮我查一下许家的事吧。哎，对。对不起。没事。许嫣是吧？是。这是我能调查到当年你被遗弃在这里的所有信息。谢谢你。我是被你亲生父母塞钱送进了孤儿院，1个月后，你被许家领养。是被亲生父母送进孤儿院的。那当年照顾我的保育员，您还有联系吗？那个保育员前几年已经去世了。谢谢你。设想过很多种自己被遗弃的原因，却唯独没有想到是被亲生父母给卖掉。妍妍，晚上回来吃饭，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糖醋鱼。好。妈，下次再买东西就不要进家门了。来，过来坐。妍妍，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妈说的？妈，我从 T2离职了，我想去 NF。你受委屈被陷害的事情不准备跟妈说了。没事了，妈。妍妍，我是帮你把女儿看的，会心疼你，你怎么就不信呢？妈，你不能因为阿烈的臭小子脑子进水，你就怀疑妈对你的真心。妈，欢迎少爷回家。妈，我就先回去了。去吧。识人不清，脑子不明。妈，我和许嫣到底谁才是你亲生？我倒是希望嫣嫣是我生的，可惜不是。没关系啊，等你们离婚了，我就认嫣嫣做干女儿。
哎，查的怎么样了？许嫣不是许家亲生的。许嫣知道吗？肯定知道，她又不是你，像个傻子。有事？许嫣，从结婚到现在，你有把我当你老公吗？你说什么？你有把我当你老公吗？青莲，那你呢？从结婚到现在，你有把我当过你老婆吗？除了床上。许嫣，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毕竟我们就只是一场没有感情的联谊。妍妍，我记得你跟邢家的老幺关系还不错。妈，我跟邢震是朋友。那孩子性格不错，人也挺好。妈，妍妍，你别多心，该交朋友的时候呢，还是要交。谁在跟圈子里乱嚼舌根，那就撕烂他的嘴。谢谢。比如阿烈和穆晴，他们两个就是把异性朋友的关系维持得很好啊。听说穆晴回来的时候，阿烈还买了束玫瑰花去机场接人呢，多好的友谊啊！妈，您这是故意挑拨我和妍妍的夫妻关系。那束花是木金买的。穆金买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呀？您这是看到了我捧着玫瑰花那张照片吗？木金上厕所，花就给我了。刚刚好木琴跑出来，就看着我捧着花。我也累了，你们两个也早点休息吧。结婚2年都没有同床过，如今不想过下去了，倒是睡在一起。睡了，我抱你。哎，阿磊，你现在帮我去穆家一趟。穆琴的事儿，你找别人帮忙，这个忙我没办法继续帮。怎么了？后院起火，你不是已经离了吗？不离了。今天晚上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就当我求你了。最后一次。就不该对你抱有希望。不是我，谁家谁的跟我无关。你还嘴硬？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被 TR 辞退，TR 的主编魏涛说，所有事情都是你指使，简直就是有辱文门。继续打。雷爷，雷爷，阿烈，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别插手。林爷，消消火。阿烈，你可别忘了，你现在可是有老婆的人。您放心，我没忘。林爷，穆金的性子您也是清楚，他最希望我们家和万事兴的。他就是心太善。您教的好。行了，该罚的也罚了，我也累了。阿烈，天涯那边的录音是嫣嫣给他们的，我也不知道魏涛为什么会一口咬定我。母亲，有些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清楚。阿烈，真的不少啊，你要相信我。许嫣是我太太。之前就警告过，别招惹她。我没有。等穆金回来把事情说清楚，你就给我滚回美国，永远不要回来。阿烈，阿烈，想办法让许嫣和秦烈离婚。妈，你有什么跟我解释的吗？有。跪下吧。妈，这个就不必了吧？需要我叫家里的保镖吗？不用。解释吧。我跟穆琴以前没有谈过，现在更不。然后呢？是穆金请求我帮忙，我才。阿烈，你和嫣嫣离婚吧。嫣嫣也别耽误你积德行善，你也别让她忍气吞声。妈，我跟许嫣本来就是家族联姻，你们两个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以后就各自安好吧。好。还有，抽个时间去把离婚证拿了，许家那边我会去说的。有事？你还想离婚吗？想。我和穆琴之间跟我没关系。妈，看看有没有看上的。嫣嫣，和阿烈离婚吧。好。那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谢谢妈。阿烈之前给你妈那儿的7个亿不用还了，阿烈的财产也要和你平分。嫣嫣，你很好，你很优秀，不用自我怀疑。生阿烈的臭小子，他配不上你。妈，我在这场婚姻里能当您的儿媳，我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那就说好了，等你们两个离婚，我就高调的认你做干女，你不准反悔哦。谢谢妈。晚上约啊。嗯。嫣嫣，
你有事去忙吧。那我就先走了。喂，拿回去，往前走。是。小三三，怎么了呀？怎么，沈氏破产了，来我这儿找坚持啊？火气这么大，难道是昨晚英雄救美，没让你做到那种英雄的快乐？滚！许愿跟你吵架了呀？你觉得会？哎，得，无所谓，不烦您了啊。干嘛？哎呀，我就想干嘛？妍妍，他抢我手机。我就用手机，你这么小心啊？用我的。许岩，他在喝酒。哎，三儿，多大事儿了？喝酒喝酒啊！哦，三儿，平常不是不喝酒吗？怎么，今天跟白爷比酒量啊？你行，行，那我开着。哎，你和秦烈什么情况？怎么又不离了？又要离了。不离的话，是因为许家那边吗？是啊，现在要离了，最舍不得的还是他妈。今天给你来电话了。不用管。秦烈对穆家那位大小姐，这些钱有补偿吗？联姻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认真的啊？你可以回去跟邢叔叔说，我们两家联姻，等以后我掌权了许氏，你就是许氏的总裁。姐，你不能上来就插我两刀，你这哪是跟我联姻啊？你这明明是要送我入土啊！我还不被秦烈……我知道你在邢家过得不好。你们想好了？我这里可是老吴。我这里也是虎穴呀。那你确定要跟秦烈真离？这还能有假？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个，喝酒。强哥，老一套。好嘞。哎，三儿，你老婆貌似在偷人呢啊！许岩，我喝醉了，你来救我。让你助理送你回去。我和他说了，他不在。那你就麻烦一下沈总。三儿，之前都是许岩来这里，这次他真不来，扎心了。老白，放眼四城，也就你最贱了。别介，您才是啊。不过你真不觉得邢震跟许岩在一块儿还挺般配的？你觉得呢？还行，是挺般配的。你呀，有你后悔的时候。都已经喝酒了，后悔有用吗？哎，三儿，去哪儿啊？你给你等妹妹啊！
雪，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别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妻。喂，你什么时候有空？有事儿。我们去民政局办一下离婚。那个雪，我那个身体不舒服，那等秦总病好了再说。行，您生病了，需不需要我去给你买点药？不用。那个邢震最近有没有跟他前任联系啊？啊，目前还没有。如果发现猫腻，第一时间联系我。明白。哦，秦总，跟穆家那边的合作已经全部取消了。啊。哦，还有，昨晚穆小姐让我转告你，她生病了。他生病就去医院，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屁事。是，秦总。小姐，钱总说晚上有应酬就不回来了。钱总病好了。钱总生病了？你病好了？没有。啊？怎么还不回家呀？平常这个点儿，你可不会答应跟我在一块儿的。懒得回。听说你妈同意你跟许愿离婚了，现在正在帮许愿物色男人呢。怎么？你没报名啊？哎，朋友妻不可欺呀。妈，叫我什么事儿啊？让你帮嫣嫣选相亲对象，你不是觉得邢震不靠谱吗？这里有几个靠谱。妈，口渴了吧？喝点水。只要你选中一个，你就能顺利和嫣嫣离婚了。你不会是不想离婚吧？这个，就这个，这个不错。这家老二，不错。妈，您不用审，我对许愿真没那方面讲。你放心，我现在是劝离不劝和。您最好是那样。你就嘴硬吧。条件不如T2，有些委屈你了。没有，您言重。许嫣，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自信。对，我这个人欣赏有能力且自我认知清晰的人。我看过这篇报道，有人说他心善，有人说他私生活混乱。徐蕊这个人不接受采访。来陪我参加一场酒会。阿烈怎么没来？他最近比较忙，再忙也要注意身体。你俩都结婚大半年了。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知道了。秦太爷你好，我是惠民集团赵潇，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引荐一下？他可能没空。啊，好。你和秦烈最近怎么回事？老样子。听说他大半夜跑去穆家，就是为了替穆晴撑腰。你能不能争点气？外面有多少人争着要嫁给秦烈，都没机会。妈，他有多喜欢穆晴，你又不是不知道。既然得不到他的心，那就得到他的人，让你肚子争点气。今晚许氏有个大单要谈，你待会儿过去跟秦烈说一声。妈，你好好表现。妈，我下次再也不敢，请您原谅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啊！妈，我知道阿烈上次去家里护着我冲撞了你，我代他向您道歉。起来，你原谅我吧。不冷。不冷。那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在看着你啊？不知道。秦太太，秦烈，穆晴在那看你。穆金已经回来了。是吗？让司机送你回家。阿烈在外面还是要给燕燕面子。还没和好啊？快离了。有你一份功劳。当初是你说要离婚，我才托你照顾穆晴的。我当时也是想利用穆晴，看看许燕会不会知错。结果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怎么，心里不舒服？怎么可能？扪心自问，问我干什么呀？韩总有个项目想跟秦烈合作，你想办法组个局。秦烈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你吧？他上个月给了穆晴面子，给了穆家一个大单。妈，在秦烈心里有我的位置。怪你自己没本事。妈，行了，这件事你想办法办妥他。阿烈，你真的不要我了？阿烈，我一直喜欢你，回国第一时间就是找你。可惜啊，我一直都不喜欢你。穆晴也不配碰我。看戏呢？不好看。那你还看那么久？喝多了，吹吹风。行，我们回家。
喝点水就好了。来，来，来。你叫什么？我们是不是见过？沈泽，沈白的堂弟，以后是我的新助理。哦，萱姐，你今天真漂亮，好多人跟我打听你呢。那你说了吗？当然没有。把音乐关了，得来。别关，别关，别关。沈总就是嘴硬，这样还说不喜欢。听话了。喂，妍妍啊，妈，我重新给你发了几个青年才俊，你看有没有合适的？妈，不是选了裴家老二吗？怎么是你呀？好了好了，我们回家啊。秦总，衣服。不是说这两个人水火不容要离婚吗？看来这三哥骚而不自知啊！你放开我，你自己能走。如果我说不呢？你这才过分。过分一下又不犯法。秦烈，动我手机了。嗯。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啊。不过，我妈给你发的那些照片，我觉得就那个裴家老二最好，比他比你乖。就那么迫不及待的想把我推给别人，我们还是抽个时间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嗯，可以。那就明天。好。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潮，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都想在。秦总呢？秦总啊，早上5点就出门啦。秦总啊，早上5点就出门啦，好像是去外地出差。5点出差？秦总也挺辛苦的。我看他出门的时候眼里都是血丝，还有黑眼圈呢，大概是昨晚一夜没睡。好，知道了。你出差了？临时有事。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那你回来通知我。好。跟秦总吵架了？吴妈，我要是跟我妈闹掰了，你会站在我这边吗？小姐，我知道你是许家的老人，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我可以给你放一个长假。我不能走，我走了，许家那边肯定会有所察觉的。
姑妈，我就是个保姆，我只知道洗衣做饭，其他的我一概不知。谢谢你，姑妈。三哥，据调查，许妍姐的亲生父母就在这个房子里。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父母，才会把许嫣放到许家那种狼窝虎穴里。这一家人好吃懒做的，还有个儿子是废柴，酗酒、好赌。还有吗？当年许妍姐被送到孤儿院，其实是许家和那家人商量好的，送孤儿院只是走个过场。就是为了个合法的收养手续是吧？是。当年两家交易的价格是5000。他那个儿子一般在哪儿躲？有固定的地方吗？有。把他找到，送去警局。是，三哥。我没法活了。开车。我们徐老师不接受采访。我不采访，我买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初阳》，价格6.8万。这么有朝气的印象，为什么会画得这么凄凉呢？什么凄凉？这幅画代表的是新生，是希望。你不懂就别装懂。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寄情于新生，寄情于希望？难道不是最绝望、最凄凉的时候？许记者，为了接近我，看来是做了不少功课。徐老师，还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不破不立。我对你印象挺好，请你喝茶。不了，谢谢。那你想采访我什么？来这儿之前，我确实想要采访你，不过现在，我想要了解你。结婚了吗？结了。我猜你跟你老公的感情一定不好，因为被爱情滋养的女人身上会有种女人味儿，而你没有。徐老师果然聪明。看你这个连老公感情都把握不住的人，来采访我一个这么花边新闻多的离谱的人，你不觉得滑稽？同样都是灵魂孤独又缺爱的人，应该还好吧？小罗，送客。好的，这边请。许嫣，这婚非离不可。以许家现在的情况，我们俩离婚，对你没好处。多谢秦总，心领了。关键是，三哥，你是在跟我说话？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爱而不得。你恋爱脑了。那是什么？还没来得及感受人间美好，就死于话多，亡于嘴欠。帮我送给徐老师。好的。我很喜欢你卡片上的祝福语，愿你如烟花般灿烂，又怕你如烟花般灿烂。思来想去，只能祝你肆意绽放。我同意你采访了。
秦烈能娶到你，真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你认识秦烈？认识啊，我们俩没劲。薛老师，您不用试探我，我跟他结婚只是家族联姻。哦，况且以您的性子，您应该看不上秦烈。怎么说？您是一个通透的人，您会选择把自己放在手心上的男人。那倒是。徐老师，对于网络上的流言蜚语，您生气吗？他们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身上，来谩骂侮辱我，以此来证明他们有呼吸。我生什么气？您对于您亲手资助长大的贫困生泼您油漆有什么感想？人生就是这样，最爱你的人，最容易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捅刀子。真正爱你的人，在你遇到事之后，是会站出来帮你澄清，而不是捅你刀子，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你。我决定把这样内护画送给你了，小罗，喜欢吗？哎，你真的不好奇我跟秦烈的关系啊？我不是不好奇你跟他的关系，是我对他的事不感兴趣。太狠了。三儿，看来你老婆是真不喜欢你。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秦总，我觉得这个方案的可实施性还是可以的。拿回去，重做。是。我劝你以后娶媳妇儿之前啊，千万别找狼心狗肺的啊！允泽，阿烈在里面吗？啊，慕晴姐，最近西城开了家西餐厅，你去了吗？那是打卡特出片。我来给阿烈送鸡汤了。啊，我今天早上吃的是榴莲饼，一点也不好吃。阿烈，哎，阿烈，阿烈，你在里面吗？保安，阿烈，选择你，放开我，阿烈，放开我，阿烈，阿烈，不行，放开我，徐，你给我等着。呀，你看这个套餐怎么样？可以啊。好，这个套餐啊，这个套餐仅供情侣使用，您二位看不出来我俩一对儿啊？亲爱的，你不爱我了吗？你为什么不承认我们俩的关系？过头了，大姐。哎，对了，你什么时候离婚？这周吧。我听说啊，慕晴那边去找了好几次秦烈，但都吃了闭门羹。他们吵架了？不知道。救救我！秦烈要弄死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邢震说秦烈要弄死他啊！你在哪儿？你把邢震怎么了？沈白的夜店。
去哪儿啊？饭还没吃呢。你说秦烈和邢震发生的冲突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你？不会，也是，说是因为穆晴可能性还大点儿。哟，这不我们邢少吗？来，哎，挺好。走。邢震人呢？邢震这什么意思啊？看得懂吗？不懂，没那个默契。我们谈谈。你不问问他做了什么？他背着你相亲，你都无动于衷，跟你无关。三哥，消消气儿，别跟女人一般见识。俗话说得好，这女人嘛如衣服，这衣服嘛，三哥，我的人轮得到你评头论足啊？唉，三哥都生气了，看不出来呀？一个个还待在这儿干嘛？等着挨训呢！三儿，你说你也真是的，不是说不喜欢人家了吗？那人家许嫣跟邢震的爱恨情仇，轮得着一个外人来管吗？幺儿，人在那儿。明天周二，民政局可以办离婚。行，明天等你。兄弟啊，你是觉得我不敢啊？那倒不是，只是吧，我是怕某些人他舍不得。不是，三儿，真被我说中了。哎，你说你随意什么？阿丽，嫣嫣跟你在一起吗？没有。阿丽，我们跟韩总有个合作，上次酒会遇到，他说跟秦氏那边也正在谈一个合作。妈，这些事你联系沈泽。你有时间跟嫣嫣回来吃饭，我都想嫣嫣了。好。许嫣还没有跟许家撕破脸，面子一定要给足。抖什么？我抖，我抖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我抖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天我正跟我前女友求复合，就被秦烈冲进来打了一顿。我服了！你在干什么？约会。你不是要娶许嫣吗？啊？大哥，别！
你还就这反应？哎，去哪儿啊？穆家那位。凌晨，老公的白月光在自家的客厅，赶也赶不走。秦烈回来了吗？没有。吴妈，你先回去休息吧。小姐，你……我也去休息。哎。许烨，我们可以谈谈吗？谈什么？许烨，你独立自强，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只有阿烈。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回来解决。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回来解决。阿烈，我喜欢你。就因为你喜欢我，所以你就可以半夜闯到我家，惹我太太不高兴。可是，你们不是已经决定离婚了吗？关你什么事？阿烈，穆晴，我看在穆静的面子上，一次次给你机会，你别不珍惜。穆晴，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如果再出现在我面前，下次见到她就死。解决完了。我不知道穆晴会来。没关系，反正天一亮就离婚。秦烈，躲什么？你松手。如果我不松，惹起戰爭，賜予世界更豐富愛恨，讓那擺呀的群，受福萬人，對你我崇拜得太過分，為那轉呀的群，死我都興奮，為每個我攞的發生，每集群秦烈，一生。我们不合适。秦烈，我看不透你的心。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烟火。我走后，你别再想我。明早9点半，我在民政局等你。好。结婚，真的挺没意思的。人我现在就要带走。
你那边没事吧？没事。目前的事不会再有下次了。我不是故意的，你放过我吧，我真是太恶劣了，你放目前，如果不是爸临终前让我照顾你，你以为我会容忍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蹦跶？哥，走。你放过我吧，哥。秦总，我今天下班了，我就先走了。想好了？秦总，离婚快乐。行。嗯。确认是自愿离婚的吗？是。还有什么别的纠纷？秦总，我公司还有事，先走一步。再见。再见。再见。 숨길 수 없는 그리움 너를 그리다 지쳐 잠겨 三哥，离了。真快啊！也很高兴啊。现在离婚不带调解的吗？啊？噔噔，离婚快乐！哎呀，好了，明天等你有空了，给你介绍小奶狗啊。别贫。你说，现在你们俩离婚了，那个穆晴肯定高兴坏了。随他吧。今晚韩总组了个饭局，你陪我去。妈，我以后许氏还是要交到你手上，你总不能什么都不接触吧？我手上还有工作。你听话些，你是我一手辛苦养大的，我也不愿意你的丑闻曝光在大众面前。好。晚上去不了了，我有事。云烟，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韩旭这个老狐狸，他跟秦烈那边签了合同，跟我们的合同绝口不提。他不想签，待会儿进去以后，看我眼色行事，想办法让他签了合同。乔恒毅最近跟你们联系了吗？他想要跟我合作，一起搞垮你的公司。这个狗东西，就凭他也想搞我公司，给我等着！
韩总，徐总，嫣嫣，这位就是韩总，年轻有为，死城有名的传奇人物。徐总说笑了，要说年轻有为，还得是秦总。韩总，那我们的合作，徐总，先吃饭吧。乖，给韩总倒茶。能喝到秦太太亲手倒的茶，真是三生有幸啊！你确实三生有幸，毕竟我太太倒的茶，连我都没喝过。韩旭，我太太倒的茶好喝吗？秦总，这都是误会。秦总，这都是误会。秦太太抬举我，给我倒茶，我哪敢喝呀？我谅你也不敢。阿烈，你跟朋友一起来的？是，给朋友办接风宴。那你快过去，别让朋友等急了。好。你又不是软柿子，怎么任由别人拿捏？不要你管。你要是拿出怼我的3分本事，韩旭都得跪地上喊你爷爷。不期而遇，是你给我的快乐。此刻空气仿佛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徐总，明天早上9点，我亲自到您公司去见。好。要不是我急需韩旭手里那块地皮，就凭他也别跟我吃饭。妈，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采访。你怎么能去 NF 这种地方工作呢？对我们公司一点用都没有。妈，您放心，会对许氏有利的。行了，不累了，先回去了。喝酒了？嗯。不准备跟我说一声谢谢。谢谢秦总。请你以后不要再擅作主张。啊？秦烈，我们已经离婚了，以后许静要是再找你帮忙，你直接拒绝，我不会领你人情的。是我多管闲事了。确实。口才这么好，刚刚怎么不怼韩旭啊？韩旭想要白虎敲打肚子，又不是我。哟，三儿，你这是吃瘪了？三儿，你老婆不要你。信不信我让木金来送你？我等着你追亲火葬场的那天。怎么可能？你最好不会，因为那么好的许燕，你不配。
三哥，去查查许静。说什么想查许静，还不是想查关于许妍姐的事情。然后把韩旭的公司给搞垮了，收购过来。是，三哥。许小姐选择在调查你，不是他，是秦丽。要阻止吗？你去看看他想调查什么。秦丽到底想干嘛？许大记者想我啦？你有时间吗？我有一个忙事要请你帮。许大记者会打牌吗？会。来翡翠轩帮我玩2把，你赢了我就帮你。成交。你来翡翠轩帮我个忙，你赢了我就帮你。能治你的人来了。哦，是吗？Sorry, I'm gonna leave. I'm driving so far. Tell me why you coming to me and say. 你怎么才来呀？抱歉，有点堵车。看在你今天穿这么漂亮的份上，我就勉强原谅你。那我是不是还该说谢谢徐老师？你待会儿呀，一定要大杀四方，把我输掉的牌啊全部赢回来。你输了多少？50万？5000。身价上亿的人会在乎这点钱？我就是单纯的咽不下这口气。我帮你赢回来可以，但是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你待会儿都听我安排，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咋了？我的救兵来了，接下来许嫣替我玩。我去，许瑞这真想搞死你！说，我看你装什么傻？单纯的打牌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谁输一局，谁脱一件衣服，怎么样？可以啊。三儿，你要是玩不起，提前认输也行。不怕输的人是你。多少价？报个数，我出得起。我差你那点钱。赌注一样。嚯，爽快！那我来发牌。嘿，行，那就第一轮了啊，来吧。来吧，全力付出啊！好，第二轮。好，第三轮。来吧，第四轮。三儿，你再输下去，你可就……你这么沉不住气的吗？不是，你就用衬衫跟西裤啦。你急什么？
还玩吗？不，继续，一局定输赢。漂亮，三儿，你这随便翻一张都比他大呀。我输了。啊？不是三儿，你这随便翻一张啊？我不信，我得看。我说输了，就是输了。得了，得。唉，又不是你脱，你急什么？是怕你三哥的身材不够火辣是吧？哪能啊！我三哥的身材，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看了都一定说好。你说对吗，许愿？嗨，蕊姐，三儿的身材有什么看的？吃他豆腐多没意思，就让英俊潇洒的白哥给你脱啊，带你吃顿好的啊。请，请，走吧。秦烈，愿赌服输。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这个人情用余生来还。秦烈，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已经离婚了。我和穆晴之间真的没有发生什么，那是你跟穆晴之间的事，我不感兴趣。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哎，三儿，刚刚那副牌到底谁输了？嗨，我真的假的？你觉得我会让他？那谁知道呢？兴许就是故意脱光，没有人看呢。你觉得我是你啊？哼，至少兄弟我是言出必行了。哪像某些人跟兄弟们说只跟许嫣做名义上的夫妻，转眼啊，当天晚上就洞房了啊！是许嫣自己不遵守约定在先。三儿，你这是被白嫖了呀，兄弟！哎，三儿，不是你。你终于肯接受采访了。你想问什么？你和马温伦之间的恩怨。有烟吗？我和马温伦从小一起长大，他对我很好，我喜欢他。但是就在我要向他表白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好？是。今天沈泽把你从小到大的家教老师都拜访了个遍，还找了之前被许家辞退的几个佣人。我知道了，你注意安全，
我们谈谈。三哥，许家被辞退的佣人都被封口了，那些家教只是知道许静对许燕姐十分苛刻。苛刻？还有吗？许静经常虐待许燕姐，轻则打骂，重则动用家法。许静家还有水牢，不过现在基本上是废了。三哥，你不是不喜欢许燕姐吗？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可以走了。我们谈谈。谈，什么时候有时间？现在。等我。三哥，口香糖有吗？有，草莓味的行吗？这味儿……三哥，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接吻啊？不接吻，吃什么口香糖？脸是。你喝了多少？不多。需要醒酒汤吗？客厅那个花瓶，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特意买给我的？金莲，你不要多想，我随便买的。你想要的完整结局，我有一样的离去，同床异梦代替本来有的甜蜜，费了好大的力气走进你的心里不容易。秦总，秦总，这花瓶是……哎，小姐，您怎么还亲自动手？我来，我来。这花瓶啊，是你们结婚之前，小姐听说您喜欢，特意在拍卖会上买回来的。特意买给我？是啊，当初啊，小姐为了买到这个花瓶，还花了不少心思。妈，你先回房吧，我跟秦总还有话要聊。好。要跟我聊什么？你全都知道了。你指哪方面啊？我不是许静跟乔红丽的亲生女，我这些年在许家过得不如一个下人。雪，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们只是联姻，我们的婚姻无关爱情，只有利益。我一直以为，我只要给够对徐家的好，徐家就会一直对你好。一直都是我错了。不需要同情，我也不需要怜悯。我只需要你，以后不要再管许家的事。好，不管。我真的是对许家厌恶至极。青莲，我们俩结婚，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对你对我都好。徐言，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사랑해 널 사랑해 세상 누구도 이 사랑을 대신할 수가 없어 三哥，没事吧？没事，喝多了。有些酒就是这样，刚开始喝的时候，觉得这酒真没滋味，等不喝了才发现这酒特上头。是吗？是，三哥，你不会不知道吧？明天取消和许沁的所有合作，在暗地里断了许沁和其他公司的合作。还有乔红叶，别让他乱跑。是，三哥。今晚的三哥怎么看着有点可怜啊？许言，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这花瓶啊，是你们结婚之前，小姐听说您喜欢，特意在拍卖会上买回来的。青莲，我们俩结婚，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对你对我都好。 你喜欢的是我，不是行者。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为你。 许沁，小红叶，你们真他妈该死！秦总，秦总，秦总，你没事吧？怎么在这里睡着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事。
秦总是不是刚离婚，搬回来不太顺利啊？我觉得徐小姐还挺好，我怎么处理也处理了。青莲，我们的婚姻无关爱情，这里不需要同情，我也不需要。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对你对你都好。泪不想落下，那是幸福，让它替我到达。三哥，这是昨天面试成功留下的一批人的资料，你看看。让人事部总监今天办理离职交接。是，我现在去办。你竟然搞定了徐蕊，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我从来都不是花瓶。我承认，我对美女是有些偏见。许嫣，欢迎你加入 NF。荣幸之至。燕燕，晚上回来吃饭，我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鱼。好。阿姨，叫妈。喂，你都这么久没回家了，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我最近换了新工作，还在适应阶段，就比较忙。NF 在4省是不可多得的良心周刊，能在这里任职，所以说明我们家妍妍很优秀啊。哪有你说的这么？你怎么回来了？家里没有你的饭哦。妈，不过也没什么，多个人多双碗筷的事儿。哎，正好，等会儿裴家老二来过来跟妍妍相亲，你帮妍妍参谋参谋。妍妍，我没有提前跟你说，是怕你不愿意。你放心，妈不会逼你的。妈，妍妍，你见过裴家的老二吧？几年前见过，很帅，是不是？很儒雅。哼，还夸人家儒雅。我觉得裴家那老二是哪哪都好，你见了肯定喜欢。伯母好。哎呀，郑州这孩子来了，孩子真懂事儿。三哥，我不知道你也在家。走。妍妍的情况你都是知道的。知道。我呢视妍妍如己出，至于阿烈的事情，你不必太在意，家族原因而已，没什么感情的。我明白。谢谢秦总。客气，徐首席。谢谢三。三哥。怎么都不说话了？继续啊，别拘束。你觉得我们家妍妍怎么样啊？很不错。哎，那你们加个联系方式吧，以后约会也方便。可以。
来，爷爷。伯母，今晚打扰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许小姐一程？快给我打电话。这样也好，妍妍喝多了酒，开车不安全。那就麻烦裴总了。客气，请吧。裴家这孩子真不错，体贴又有分寸。你总算办了件好事。什么？你出车祸了？我马上来啊！妈，沈白出车祸了，我得马上去看看。哎，那小白好端端的出车祸了，你快去吧。徐烨，我抱歉，裴总，我目前没有再谈恋爱的打算。我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抱歉。 모든 시간 모든 기억 온통 그대뿐이라서 思莲，你疯了！思莲，你疯了！滚！对不起，打扰了。 松开！雪，对不起，我刚才是看到你准备上裴承洲的车，我们已经离婚了。重新开始好不好？以前都是我的错，以后我都会改。不能没有你。 你没发烧吧？你说什么胡话？我是认真的。还记得我们在老师家那次，我给你寄围裙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既然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我，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对我不冷不热的？那是因为我每次问你喜不喜欢我的时候，你都说不喜欢。那你跟穆琴怎么回事？穆琴是莫金安排到公司去的。那你还带他去唱歌？那是因为我看到你跟邢震去喝酒，我才吃醋，才想让你也吃醋，结果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谁说我不知足？徐安，我们和好吧。除了你，我谁都不想要。 爷爷，许静那边你打算怎么做？本来是想让他们狗咬狗的，托某个大好人的福，一直都有不得过去。得，我的错，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些事交给我来做。我搜集了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等时间一到，我就交给警方。这些远远还不够，剩下的交给我。你别乱来，他们手上还有我的照片，这些年他们一直拿这个威胁我。这两个畜生！别怕，有我在。怎么，不是说我出车祸了吗？也不过来看看我啊！看起来不挺严重的吗？好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知道乔弘毅这个人吗？许愿他爸。他不配。不是说不喜欢他了吗？怎么还护上他了？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哥们就说我是火眼金睛，早就发现了。你去带几个人把乔弘毅保过来，我去会会许静。行，保证完成。你们怎么回来了？这么懂事，来都不说一声。我回来是想问你，关于我那些照片的事。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懂什么照片。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别以为我会被你们威胁，我早料得有今天。这些年来，你打我，把我关到水牢里折磨我，你到处攀关系搞钱，我真的是被你恶心透了。我买你来就是为了这样，不让我买你干啥？你更想要让乔弘毅强奸我？把牛奶喝了再睡吧。喝了，去吧。坐下。你放心，我会很快的。哎呀！许愿，许愿，你冷静一点，许愿，许愿。你怎么敢的？爷爷，我错了，放过我吧，爷爷。恨不得把你给杀了。你这是碰了许愿？没有，我没有碰过他。
许家不是有水了吗？就让他们在水牢里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够了，再送去警局。放心吧，三儿，我保证啊，让他们在水牢里待得舒舒服服的。带走。天地不太要怕多 I'll be there for you。秦恋，谢谢你。是我不好，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人生的道路上本来就有很多挫折跟坎坷，但是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最无情的是时间，最温柔的也是时间。你怎么还带着这个？你不也还带着？许愿，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给不了感动，不要跟我分手，把所有感动写成故事，一起走。